翻嚟節目時間啦，近排環球市場咧都非常之波動啊，亦都避險情緒升溫，其中原因咧都係怕歐洲方面個債務危機。嗱，今日稍後嘅時間咧就會出一個歐洲銀行壓力測試嘅結果，唔知其實大家即係對呢個結果有冇信心咧？嗱，啱啱有消息出嚟咧，就英國5間銀行咧全部通過壓力測試。係。咁但係咧一講即係出咗嚟之後，我睇睇咧英鎊冇乜反應。都係碌咗耐少少添，仲嗰個富時指數亦都冇乜反應。係。啊，本來咧就入廠之前佢仲係升嘅，不過你而家又跌翻轉頭。咁啊，似乎個市都幾反覆啊，好難測而家個市。咁啊，市大家個情緒係比較保守啲啦，而家就避險啲，咁所以令到近期咧黃金去受惠咗嚇，咁啊近期嗰個升勢非常之凌厲，咁啊大家好多人都會關心究竟嚟緊仲有冇得升咧？咁啊今次一定要問一問黃 Sir，究竟即係黃金升得咁厲害背後嘅原因啦，同埋一定要問埋你嘅後市點睇啦。咁啊，我嘅壓力咧就越嚟越大，係咪？我記得咧就喺我哋做壓力測試，我嘅壓力測試仲勁過歐洲嗰啲銀行。記得咧，我99年咧喺報紙度寫嗰陣時280蚊叫人買金㗎啦嚇，咁啊買到而家其實即係過去嗰10年咧，你買金咧係跑贏好多嘢㗎啦，跑贏股市，甚至乎跑贏樓市添，係嘛？咁呢度開台嘅時候，嗰陣時我記得黃金大概560幾蚊美金啦，咁我都叫大家送個禮物俾你哋，你哋去買啦，咁升咗成2倍啊！咁而家死啦，我咧黃 Sir 你個金點睇啊？咁樣真係我個壓力測試咧就嚟如果唔中咧，即係通唔過咁啊！一陣先講後市點先啦，我哋先講講咧金價咧，就呢幾日真係癲咗嘅。係啊，7月1號嗰陣時咧，期金都係收1482嘅啫，嚇唔係好勁嘅，真係。其實係喺高位1560咁上下咧，回落翻落去嘅。咁啊，點知7月4號嗰個美國國慶咧之後起咧計咧就連升咗9日，唔知係咪慶祝國慶啦嚇？咁啊慶咗9日，升咗成近8%嗰頭。咁啊7月13號咧仲要。即係憧憬呢個 QE3可能會出爐，跟住嘭聲破頂。7月14號咧就創呢個新高啦。現貨金咧就收呢個1594嘅，好高喎1594。期金都收1589.4，全部都新高嚟㗎啦嚇。咁睇翻今年環球不同嘅地方都有不同嘅問題出現。近排係一定有即係大家比較留意住歐洲同美國啦，但係其實年初開始都有好多問題陸陸浮現，陸陸續續出現出嚟，所以其實個黃金咧今年以嚟都 keep 住喺個升勢喺嗰度嚇。嗱，即係本來咧金咧就一路咁好地地咁樣升啊，咁最近咧突然間唔知點卜一聲又踢一腳咧，就全部創新高。嗱，最主要即係我哋講嗰個近因係咩咧？最主要咧就係第一就講歐債嗰個危機咧就蔓延到去到呢個意大利㗎啦，係嘛？即係意大利嘅債咧，大家都知道佢係全世界排第3嘅個債最多㗎啦。另外咧就係美國嗰個提國債嗰個談判啊出現咗僵局。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可能咧美債有機會咧俾人哋下調嗰個評級，就真係大鑊㗎啦嚇。仲有評級機構咧就警告話，如果你喺8月2號咧，你未講掂啲數咧，分分鐘咧一個就話評你垃圾級，一個就唔知乜嘢，總之咧就講到即係好危險咁啦。咁伯南克咧就早2日就話暗示可能我多買啲資產，如果多買啲資產嘅時候，咪即係好似行 QE3咁啦，係咪？好啦，跟住咧遠啲咧就係日本嘅地震啦，係嘛？即係三個災難啦，跟住中東啊北非嘅地緣政治咧，再遠啲咧。其實就係好多人喺度對沖貨幣濫印嘅結果先，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原因嚇。唔同國家央行咧，大家都可以理解，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黃金買家嚟嘅。咁究竟近排央行佢哋對黃金個睇法或者係 position 係點樣咧？同埋佢哋點解會有呢一個睇法咧？大家記得咧1999年嗰個華盛頓協議咧，叫 Washington Accord 咧，就15間中央銀行就喺未來嗰5年裏邊咧就沽2000噸金，即係每年沽400噸金。咁咧就喺2004年嘅9月到期之後咧，15間銀行咧佢哋就再即係延長沽金嚇。整咗加碼沽多呢個500噸，即係話咧每年咧就沽500噸 ，instead of 之前沽400噸，咁又係5年，即係沽到2009年嘅9月。咁嗰次第2次加碼嗰次咧，就英國退出加咗好似加咗有個希臘，希臘就中咗招嚇。咁咧就嗱，咁我哋睇翻咧，本來央行咧就係一個純沽家嚟嘅。整下咧，央行咧變翻一個買家，咁啲金有咩理由唔
即係火上加油啊！你沽緊嘅時候，譬如1999年開始沽沽2000噸，咁啊沽下，沽到2004年嘅時候再沽到2500噸，個金越沽就越升，係嘛？你沽完嗰頭嗰2000噸，你嘅金價咧由280蚊升到成接近400蚊㗎啦。咁再沽埋嗰啲咧就去到成1000蚊，咁死啦！而家唯有買翻轉頭啦，係嘛？嗱，08年淨沽出咧係235噸嘅，咁咧就09年咧淨沽量咧就剩翻34噸嘅啫，係嘛？即係整個唔敢沽啦，沽話越沽越高。你諗下，你走去沽啲股票又好咩？你越沽越高，你都縮翻轉頭啦，係咪先？咁啊，舊年咧唔係沽啦，係淨買入啊！淨買入73噸，係嘛？呢個20年嚟咧首次全年錄得淨買入嘅20年喎嚇。咁啊 IMF 咧沽金啦，去年底又結束啦，即係冇人，即係連 IMF 係第2大噶嘛，佢持金量嚇，咁都停止啦。咁歐洲亦都減持放緩呢個新興市場就喺度買啦，係咪啊？咁今年半年咧。即係嗰個淨買入咧，就已經超過舊年嘅全年。咁啊，墨西哥5月嗰陣時咧，又攞40億出嚟買金喎。咁你話點唔飆上去啊？你話嚇？嗱，無論你係睇圖個金價走勢圖啦，或者啱啱網上講嗰啲利好因素或者央行取態啦，大家都好似睇到個金咧前景係無限美好咁樣嘅。咁但係網上成日提醒大家，所有嘢咧都唔能夠真係睇單邊升噶嘛。不如提醒大家究竟金有啲咩嘅利淡因素咧？係啦，嗱，我哋講過咧就有分析話咧呢個伯南克呢個推翻呢個 QE3，即係其實佢。前日講 QE3，琴日佢又推翻 QE3，改口風，所以咧就個金咧就碌咗落嚟嚇，接近嗰陣時差唔多接近呢個16蚊㗎，碌翻落1500幾啦嚇。咁咧就如果美國嘅國債上限如果搞掂咗咧，係有即係對金係有啲影響嘅，因為點解咧？美國嘅國債如果唔俾人下調評級嘅時候咧，啲人可能會信翻國債，又少啲信金，唔係唔信係少啲嚇。咁如果明年美國總統大選有啲乜嘢奧巴馬選唔到，因為奧巴馬提呢個提升嗰個發債上限2萬億以上啊嘛。咁如果變咗第二個總統，佢話我唔使錢啦，我行 austerity 節衣縮食，咁啊大件事啦喎，個金可能又跌翻落嚟。咁有人提就話喂，中國硬着陸可能需求少咗啦。咁如果美國經濟轉好嘅時候，美元轉強咧，都係對金有一個相當大嘅壓力㗎。金價去到呢一個咁高嘅水平啦，咁啱啱你都講過一啲嘅利淡因素，咁係咪真係再能夠升上去咧？咁啊，大家似乎咧都有一個比較戒心喺度。睇翻之前咧銀我哋喺呢一節咧其實都講過銀啊，佢非常之波動，急升完又急跌嘅。金有冇機會係即係重蹈覆轍咧？嗱，你金銀啊咩都好啦，你係一種商品，亦都係一種 currency， 咁咧就即係但金嘅 currency 嘅作用就大過銀添。嚇咁嗱，你睇下4月咧銀咧升咗28%，即係牛氣沖天嘅。咁4月底咧差唔多逼近50蚊一個洞，因為5月咧跌咗20幾個 percent 係嘛，跌咗20幾個 percent，咁即係50蚊剩翻33蚊。咁咧就呢個星期又升翻上去喎，3日升咗13%，但係都穿唔到40蚊，又碌翻落嚟38蚊。咁就銀咧就嗰個波動相當之大嘅。仲有一定要問埋你金個後市點睇啊？嗱，金嘅後市第一取決於美元嘅強弱，第二取決於有冇 QE3，第三咧就取決於人哋對美元嘅資產嘅信心。咁所以呢幾樣嘢咧就即係大家要留意住。不過仲長遠睇咧，我都係睇好嘅嚇。咁有冇啲咩你嘅心水目標價？冇嘅，你而家1600蚊都差唔多達到個目標，回一回先啦。咁但係我諗2000蚊就指日可待嘅嚇。OK， 咁啊，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住啦，金後市嘅走勢會係點樣啦嚇。轉頭翻嚟啦，你要講講美國市值第3大嘅能源商康菲石油咧，就宣布上下游業務分家。咁到底咧係咪淨係瘦身咁簡單呢？轉頭翻嚟講下。